前裕隆集团董事长严凯泰呢，归空后不久有结缘了。前裕隆集团董事总裁严凯泰先生很富有呢，但是好像不到60岁就归空了，就过世了呢。我没有得一贯道三宝心法，魂不能归天了，因为没有人度他，可能就认为他太有钱了，也不容易遇到他，有钱人不容易接触到他，怎么度他呢？也许人家有跟他提，不会相信呢。为得名失义之典呢，钱买不了真道啊。就算钱跌得跟人一样高，也不能传道给他，他没有言，没有利愿的话，无言的无愿的，或者是不相信的，都没有办法得到。正道呢，严凯泰正道了。前裕隆集团的总裁刚过世不久呢，严凯泰魂来结缘，来佛堂结缘正道呢，会贯道的正道。济公活佛呢，还带领严凯泰的魂呢，来佛堂结缘呢，要正道呢。因为食道癌过世的。劝世人要得名失义之典呢。三教五教圣人的性理真传性理心法，超越现象界、气数界，真正解脱，进入无极理天灵性永恒的家乡啊！劝世人要受名失义之典。
没有受名是一之殿，帝王之家，要富有人家又如何？还是要受轮回，生死轮回的痛苦。人生最可怕的就是无止境的生死轮回。奉劝莫要当拜拜，不要把那个得三宝心法、得性理真传性理心法当一般的拜拜朝圣。要得到名师一直点，要有缘，然后要相信，然后要立愿呢。无缘无信无立愿不度呢。十字架中见如来，十字架中藏真人。末法了了，末世了，别只想享福啊！都是有社会责任，要拯救灵性呢，不是信仰，而是超越信仰的灵性。信我得永生，我是指灵性真人。要记得要受记，要获得名师一之点。劝大家要赶快得名师一指点。